玩的。上山呢分为2条线路，第一条线路带你们到东面那边最高的那座山，可以看到沙漠的半径，整个一面山呢环山坐车带你们转完。坐车的过程当中带你们体验沙漠越野，车的速度呢要快要慢都可以，你们来决定。车到了山顶以后，它会在那边停下来，你们可以自由下车看景拍照滑沙玩，不限时间的。什么时候玩好了拍好了，导游跟你们说好的时间，再坐任何一辆越野车回来都可以。往返的费用呢 ，A 号线每人130元，是报来回的啊，这是第一条线路。第二条线路翻过我刚所知的130的那座山，再翻一座山，直接到沙漠的最深处，沙漠那个中心腹地里面去玩，是130元线路的2到3倍的路程，费用呢多了30块钱，160块。去到里面呢，你们可以看到沙漠的全景，沙漠、城市一线之隔的美景也尽收在你们眼底。每辆车呢可以乘坐8到10个人，你们都可以自由组合。胆量大一点的，喜欢刺激一点、狂野一点的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坐上一辆车，带你们玩越野。胆量小一点，想拍照、留纪念为目的的，坐一个车。我们开慢点，走平稳后，坐它小一点的车带你们上去玩。130去得近，翻一座山的那座山，深处沙漠那个中心腹地130元线路的，费用呢多了30块钱。好，走啊！我哋呢當然係步兵團啦。還用說嘛？呢個應該點行嘅咧？嗰邊行出去呢邊，應該行呢邊喎。坐出嚟。要走嗰邊，戇居。拜拜。沙漠，来，靠边往里坐。好啦，我哋上路啦。黃沙萬里，沙花子要嘛？唉，沒有沙花子啊。哇！呢度真係唔係咁好行嘅啫。啲沙非常之流，要行嗰邊上啊！你睇下，呢唔係同你講話嘅。浸淫其中，好啊！8點30分集合，2粒鐘。2粒鐘，一定要上制高點。哇，好難行啊！真係。
知上唔上到制高點啊？盡量試下啦，因為真係好鬼難行啊！盡力而為，呢啲泥沙注定帶返去㗎喇。已經入咗沙啦，我啲鞋。已經入咗沙，注定帶啲泥沙返去。行下影啊！喺呢條山脊度上㗎喇。行沙漠嘅能量消耗肯定強過同等高度嘅山唔少啊！上。呢度唔可以用 Pocket Fit 或者係 RX100，可能上到頂先用。即係入咗沙 Game Over 啊！運動強度好高，你同你行普通嘅山，個能量消耗差好遠，因為啲沙會喐嘅。繼續啊！
應該教下人喺呢啲沙丘嗰度點樣行先可以慳啲力氣。好似行入最凹嗰個位會好些少。就快到沙脊，食沙，越衝越難行，孭咁多袋更難行。神仙邊啊！唞一陣先。哎呀，唔怪人人都買個兜入嚟啊！應該喺出邊租個兜啊！呢啲地方絕對係磨蝕你嘅意志。食乾你所有嘅戰鬥力。Holy shit！唔知想唔想到制高點啊？想唔想到制高點啊？行下影啊！去到頂先喎。食乾你所有力。